好啊，係臭閪醫咗明。啱先講嘅就係咧，其實監獄呢樣嘢都已經過時啦，仲玩咩兵捉賊遊戲啊？喺個社會上面，喺個社會上面玩管理、玩兵捉賊，有咩年代啊？都22世紀啦，你估20世紀咩？坐監應該有電話用，精神病院應該有電話用，唔應該再韞住啲人。你韞住啲人做乜得㗎？啱唔啱先？同埋監獄嘅環境根本應該成立一個組織管理全世界監獄嘅環境啦，同埋精神病院嘅環境啦。精神病人啦，同監犯一樣都係俾人韞住嘅。啲精神病嘅環境同埋監獄嘅環境都應該成立一個組織，國際性嘅組織去管理審核每一個國家嘅監獄同埋精神病院個環境裏邊點樣對嗰個人嘅影響係應該要好先得㗎。實再講翻啦，屌你老母，臭喺澳門特別行政區啊！屌你老母，臭喺澳門特別行政區啊！屌你老母，臭喺澳門特別行政區啊！屌你老母，臭喺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啲社工又唔得，啱啱就係啲社會保障又唔穩掂，係識派錢派咗少少錢，係我派20萬派3萬呢個人，啱啱臭喺派咗1萬蚊5000蚊，啱啱就係幫到邊個先？澳門全部都係傻仔警察嚟嘅，澳門嗰啲警察全部都係傻仔警察咯。警察係做咩嘅？警察係食屎含柒同飲料。澳門都係傻仔警察，警察就係食屎含柒飲料嘅，澳門就係傻仔警察咯。屌有本事引導我返澳門啦！屌你老母，傻仔澳門！屌你老母，傻仔澳門！有本事好似我去珠海咁啊，喺香港拖我返澳門嘛，喺珠海拖我返澳門，喺香港唔拖我返澳門啊！屌你有冇本事㗎？乜臭閪，有學人捉賊添，唔知乜臭閪，連我跑唔喐你都捉唔揾到啦！捉賊！你要攞住電話追蹤，係咁及撚住人哋個 cam，攞個電話追蹤係咁定埋人哋，咁撚樣我可以做警察，人人都識做警察咁撚樣。食啲屎，如果明想食啲屎同飲啲尿喎，有冇計？冇計啦，由得佢發癲啦！澳門啲全部都係傻仔警察嚟啊，食屎含柒飲料啊，同澳門啲傻仔社工一樣，食屎含柒飲料。澳門特首又食屎含柒飲料，澳門特首咯，又係食屎含柒飲料。我個國家咁黃賭毒噶咯，澳門黃賭毒都有，屌你老母臭閪，完全違反國家嘅旨意同思想。話俾習近平聽添嘛，屌你媽就係澳門有賭錢有賭場。